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2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小瑞阁的人数，过年前伫副市长颜顺泽、卫生局长林信泰陆续辞职，以及副秘书长林燕山退休以后，伫新村上班的第一天，市长赖清德就正式主持卫生、交通、道法3位新任局长的交接典礼，场面相当热烈。今是新春以后第一个上班日，市长赖清德上午9点正式报答市府3位新任首长，分别是道法局长庄德良、卫生局长陈仪、甲交通局长林延成。会中除了表达对因的信任甲肯定，嘛以进行新旧任局长的交接典礼甲颁奖纪念品。其中，新任卫生局长陈仪上届受到瞩目，因为市长滚生笑讲，伊心情震荡，佮欢乐伊的返会无来就职。今天心情最沉重的应该是他，拗不过学长的这个每个拗啊那个然后动用了各种人情公式他来到了市政府。那他的薪水大概剩不到原来的，然后我是勉励他了我说我们当医生嘛当医生就是要服务社会，在医院里面照顾病人，这个是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你走出诊所，然后借由行政的工作推动医疗卫生的业务然后预防疾病的发生，然后照顾民众的健康，其实意义也很大好说歹说我还担心，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说陈仪来了没有？接下卫生局长的陈仪原本是担任市立病院副院长，上午厝内一家大细拢来观礼，包括伊太太嘛是名医陈雅敏，拢用支持祝福的心来见证，场面温馨。陈仪表示，在参像市长所讲的，薪水减真济，不过伊愿意承担制定核心的制度来服务市民。没有很沉重市长客气了，最主要还是服务社会了这个当然很高调，但是呢，从以前到现在，虽然病人看了很多了那我想呢，制度的建立呢，可能对广泛的民众比较有帮忙。再说回来，林胜哲林局长做得相当的好这个可能就是我的压力了怎么样让他做得更好这样尤其市长也说未来的2年很重要我想呢，我尽力了贡献我的能力这样子薪水不要在这里谈了市长讲的对了，少很多了。另外，驻大台南的律师王展新也接下原本法制处长的亏，市长伫会中嘛予以报答，表示要以全新的阵容，伫任期内互市政更加进步。但新闻官及何超邦参与报道。伫市府3位新任首长的交接典礼过后，市长嘛亲自主持新春团拜，会中勉励同仁依照100公尺的精神，来继续推动铁路地下化等重大建设。上午市府新春团拜第一片台湾传统艺电的表演城中早地展开，会中包括市长赖清德、议长赖美惠、副市长张建元等市府主管，以及第一摆以市府首席顾问的身份，佮甲团队做伙干顺做，大家拢做伙提杯，互相恭喜。同时，市长赖清德会中嘛佮发送新春红包，引起市府同仁排队等甲市长翕相。赖市长表示，虽然伊任期只剩2档，不过勉励所有同仁依照100公尺比赛精神，将铁路地下化、美术馆、会展中心等重大建设如期完成。不过，当记者询问到要陪大家走完全程，市长只表示全力以赴。无灾无难，市民安居乐业，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那我们具体的做法就是，
尽管我的任期只剩2年，那我还是勉励我们同仁行百里路一定要冲刺到最后不可以半90，那这样的话就太可惜了。那一场赛跑赢了90公尺，最后10公尺没有冲刺，到最后冠军也会拱手让人。那我们希望秉持这种全力冲刺的精神，再接再厉。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包括铁路地下化的动工，包括维冠大楼的兴建，还有包括美术馆、总图书馆、会展中心还有绿能科学省等等包括5大文化园区、6大指标性的建设，我们也都如期如火的在展开。我们希望都能够如期完工，这个是对市民最重要的承诺。虽然外界拢将赖市长进军新北市作为伊的后一步，不过心中也咧踌躇，无正式决定表态赖市长，依然是媒体持续关心的焦点。但新闻管及何秋光采访报道。成立超过20档的新生代舞蹈团，伫国内外真侪场的展演受到肯定。上午伊嘛应邀伫市府新春团队表演，该团为着迎合府社过年的气氛。特别伫演出当中加入4大艺人，相当精彩。伊满到成立超过20档的新生代舞蹈团，虽然不是职业，不过团队强调，因为对职业舞团的用心甲努力，所以已经参加过国内外无数的舞蹈比赛甲国际性的展演。上午伊嘛受邀请伫市府新春团拜，以及伫12报纸顶台湾传统的舞蹈来拜年，气氛相当热烈。这个精神社区的跳舞阵，这是我们台湾最传统的这一天的记忆，展现出台湾的活力以及热闹，展现欢乐热闹气氛。这是跳舞。那我们取其府城最经典的4种，第一个就是八家将、宋江阵、跳鼓阵以及12伯姐阵，将我们台南最具有特色性的4种艺阵，我们把它串联起来。然后在新春团拜的时候，将这种满满的庙会的这种迎神赛会的这种庆典活动，把它带入到我们的一个新春团拜里面，也祝福我们的台南市呢，能够这个市政昌隆这样子。讲实在，现代舞团要伫庄卡生存并无简单，不过团长接下父亲伫表演艺术任务，了努力推广，还要对学生开始栽培舞蹈人才，同时培养观众进入剧场欣赏表演。但新闻管及何秋芳采访报道。将为初6清水祖师爷圣诞的大日子。知名演员彭恰恰一早就带领台湾本土原创音乐剧《川儿》的侪工作人员来到四群星龙山寺上香拜拜，要祈求音乐剧演出平安顺利，而且开出好票房。台湾本土原创音乐剧《串儿》这出由彭恰恰所发想的原创故事，将伫2月24、25、26这3天伫咧台南演出。彭恰恰伫咧初6南下四群星龙山寺行村，并祈求今日生日的清水祖师爷祝福予串儿音乐剧，予伊演出顺利，票房抢滚。月的24、25、26，我们音乐剧《川儿》将在台南市文化中心3天的演出。这个戏是小弟本人我的原著故事。经由台湾很优秀的人才改编之后，成为了音乐剧。今天带着我们的演员欧弟站在我们立委的旁边，还有我们主委，我们在此里呼吁特别拜托台南的乡亲朋友，2月24、25、26到文化中心来欣赏原汁原味台湾原创的中文音乐剧《川儿》也希望小个咱南部的故事能够在南部引起更大的回响。将来在全台湾，甚至于走到世界上面去，能够代表台湾文化走到国际上去。希望串儿音乐剧成为台湾的经典戏剧作品。彭恰恰向台南乡亲大推荐。碰过好朋友四群星龙山寺的主委吴志祥也表示，碰过是戆人，才会做这无趁钱的音乐剧。
但因为碰过做停议，所以伊也已经包下25号拜六下暗文化中心演出的场次，也呼吁民众爱赶紧抢票来欣赏这出经典大戏。咱新闻网站为中采访报道。面对新的一档台南在地上主车三冠王有线电视，伫开春的第一阶段，就先推出网络甲电视影音的多项优惠，对新增机用户祭出1000块以下网络优惠计绍，而且就网费用拢会当变成 VOD 的看片金。另外，还有真侪所谓的影音服务，要互民众免费体验。BB 宽屏 BBTV 伫开春期间，就祭出侪优惠，比较其他网络电信业者，等于用8折到6折的计绍，就会当申办，并且用签约一档的方式推出200码850块，300码999块等等，1000块以下专案计绍。同时申办200码以上，佮加码送1000块购物中心的礼券。BB 宽屏从2月2号开始要推出超级的优惠方案，那我们200枚每一个月只要850块钱啊！另外更重要的是，这850块钱全部都可以折抵我们的数位机上盒随选影片，所以每个月您不管是付多少，您就可以看多少的影片。200枚以上，我们另外还会再送您1000块钱的家乐福礼券。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合约只有1年。除了介绍顶面的优惠以外，业者佮祭出真侪项影音娱乐的好康，包括上网费用6折，全部变成 VOD 看片金，互民众规年冬天拢会当享受伫厝看电影的高级娱乐，以及后置 K 歌30天体验，原声原影的歌曲在你唱。以及电影、动漫、成人、包围产品3项选1项，30天免费。佮有13个 HD 高画质，加2个潘朵拉，以及30个音乐频道免费看1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3项好礼要送给大家。那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有豪记 K 歌馆，可以让您免费体验30天在家里唱卡拉 OK。那另外我们有包月的动漫，以及包月的电影或包月的成人。那这3项包月制的影片，也可以让各位免费体验30天。另外，我们还会再赠送您高达15个频道的高画质套餐，以及30个音乐频道，这些也都可以让您免费来享用1年。同时，业者也无忘记照顾老客户，推出网络速度提升方案，强调前3个月无起价，而且针对30枚以上专案，同款拍出上网费用等于是 VOD 看片费用1档优惠，要来回馈重视顾客。咱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为自己活，要为别人活。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我们接受很多人的帮助要让大家说看到我们能够重新再开始。不一定真的要站起来，心里站起来比较重要。我即摆的健康嘛是你予我的力量。我都哭着跟他讲说，我要把弟弟生回来。该哭的时候还是要哭，该走出来还是要，就是要开始重新生活。我长大以后想要当体育老师。我很好，谢谢大家。感谢全世界，谢谢你们。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金鸡报喜迎新春，恭贺新年大吉利！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惠，代表议会全体同仁，祝福乡亲好朋友新年事龙共襄，皆顺成，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万事拢如意。打开一本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位伫南区市昆新的龙山寺供奉清水祖师，为着迎接初6的祖师圣诞，庙方特别伫初5暗时举办霸道的平安宴，邀请侪民众以及交杯敬庙务代表共同为祖师庆祝。现场阁有各空宴会，非常闹热。为了迎接金鸡年，市昆新龙山寺特别伫30暝举办下弯气球的活动。邀请民众做伙为新的一档祈福。伫个初5暗时，也提前为清水祖师庆祝圣诞。现场来了侪交杯敬庙务代表，也阁有民众为祖师庆祝。咱今年的活动哦，今仔初5，1月初5，咱都来用迄个平安殿。咱祖师公祈求祖师公吼，保庇去新的一年，大家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明仔载呢，1月初6吼，10点，咱的碰车车吼，有要来过平安桥，因为伊2月24、25、26，伫咱台南有公演3场，迄个川娥即个舞台剧，所以讲伊明仔载来过平安桥吼，先煞来甲祖师公来祈求讲吼，会当，互伊会当安尼演出，会当顺遂，会当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而且主要一点嘛是讲，借着祖师公，来会当来甲保佑着咱所有的，咱遮所有的这人民吼，会当安尼风调雨顺，佫太平安安尼吼。现场也设开霸道，邀请侪民众享用平安宴，邀侪议员共同参与。会中更搞各空宴会，我现场的民众拢看甲非常的欢喜。伫个初6祖师圣诞，也有各项传统古典的仪式祭拜。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全台首件开基清水祖师庙，台南市市昆新龙山寺庆祝清水祖师生日，将为初6接受各地信众的祝寿。现场也办理过7星平安桥保平安，以及澎湃的料理热烈庆祝。并且依照传统科仪进行消灾祈福仪式，欢迎全台各地信徒前来参拜。全台开基清水祖师庙，台南市的市昆新龙山寺，伫咧今年正月初6庆祝清水祖师公圣诞。一透早，庄内侪善男信女，就带着囡仔前来祈求今年的一切平安顺遂。长长的队伍也显示出清水祖师公的人气超旺，就连知名的名车、碰车车以及立法委员陈廷辉，也特别前来庆祝清水祖师公圣诞千秋，而且伫咧主委吴志祥的带领之下，上香祈求台湾会当国泰民安。一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咱首先吼，主要要来祈求讲吼，会当演出吼，会当安尼顺利啊，稳稳安尼，大家当平安。感谢伊啊，咱要再度来感谢咱的刘毅，感谢咱大家，谢谢。咱的平安桥会当讲，拢非常侪人，也非常辛苦。但是我相信，这就是咱清水祖师不但要来庇佑着咱每一个好朋友上重要、上重要的2天节日，所以伫遮也祈求清水祖师保佑咱每一个好朋友伫今个年吉祥如意，保佑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年的一切科仪，全部拢依照清水祖师公的指示所办理的活动庆典、安营正体、叩谢兵将等等，所有仪式拢隆重盛大。祖师公甲指示用拜这个初6伊圣诞之日9点半开始，就即个互民众过这7星路平安桥收惊过限。过新桥，但重点从咱祖师公的行为是互大家拢看得到。开基清水祖师庙4分新龙山寺也欢迎民众前往祈福，点光明灯、太岁灯、文昌灯以及发财灯。
伫咧新的一年，会当互大家合境平安，财库满满。咱的新闻网之后张伟忠采访报道。变春牛的传统习俗，原本是农业社会为了祈求新的一冬会当丰收的仪式，伫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渐渐被忘记。但正通罗里文圣母庙坚持传统，已经连续举办40外冬，而且也因应潮流，加入新的元素来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立春是一年开始第一个节气，农业社会为着要祈求丰收，会有变春牛的传统习俗。但进入到工业社会以后，生活形态渐渐改变，连续举办40多年的变春牛，正统罗里文圣母庙也顺应时势，伫咧节方面进行调整，来符合现代社会需求，互这项传统的习俗重新被重视。就连已经停办真侪年的台南市政府，今年也要伫咧东门城再度重新举办。古早就是拢来刻着即个春牛肉，下等于伊的园林，下等于园，然后合金化雕，所有的园拢啊夜的，互因好种作，互因好修成。但是妈祖伊的交代就是讲。要搁互咱时代的转变，为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所以伊搁有入这通宝，就是要互咱工商、士农工商，大家拢会当好，毋是干农业尔。所以咱的春牛演化到咱妈祖所交代，就无共款哦。伊就是帮助所有士农工商，每各行各业。拢会当安尼蓬勃发展，大家拢会当安尼工作拢顺遂。变春牛的习俗演变到即马，已经变做望春牛，但象征福气好运的意义也是共款，而且望春牛无共款的部位，也象征着无共款的意义。新的一冬想要迎接全新的好运，得当来体验这40外冬无变的习俗。咱的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人的厝内大部分拢是用塑胶桶仔来作为米甕。不过说因为无通风，所以比较容易生米虫。对此，来自南投用灰仔落去烧制的米甕，特别伫内底加上低碳的成分，不但解决这项问题，而且更较天然环保。利用1200度高温落去烧制而成的米甕，较无容易被讲破。头家讲利用灰仔通风的特性，再加上竹炭的成分，不但袂生米虫，而且甲一般塑胶做的米甕相比较天然环保，佮无毒，无怪起真侪家庭主妇的眼光。里面有竹炭，所以装米不会生虫。第一就是会通风的，看透气就对了。看塑胶的容易生虫的，因密封度真悬，但是烧的生虫，安尼关系。咱这是陶土，用手拉起来的，所以这样比较好。我觉得它的造型啊，还有那个怎么讲，比较有那个传统古典的味道啦，跟一般的那种塑胶的那种放米的。差很多，因为我放过那个塑胶的，它会长虫，它必须要放冰箱。那老板是说，它这里面内层是那个竹炭做的，它可以那个米就不会长虫。那基本上外形又好看啦，摆在家里又蛮好看的。对，另外，这一个更较大型的灰仔，每一种的造型甲花色拢无同，甚至阁有做成镶钻的葫芦造型。不但会当摕来作为厝内甲办公室的装饰品，用来装钱，也即是用来装地叶，拢真适合。重点就是有的做聚宝盆啊，有的摆饰啊，还有最重要就是装茶叶比较好。为什么装茶叶要用这个？比较会回甘，有空气啊，所以它回甘。什么时候有空气？不是那。陶土里面它会吸收外面的空气，就比较装起来那个茶叶啊，比较不会潮湿啊。
自古早时代开始，米红就参像聚宝盆同款向前财富，因此伫米红外面写一字满，就是希望会当财库满满。而兼有装饰功能的地窗，也有招财进宝的象征意义。伫新年来到的时阵，是特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陆惠王甲黄美惠这对翁仔某有爱好书法的共同兴趣，借着写书法的过程，不但认识写毛笔的功夫，而且也互两人的感情愈来愈好。因此，这次因伫南区国税局展出的书法创作，就以笔墨同心为主题，邀请民众做伙来欣赏。南区国税局九楼艺文展览中心，现在正在展出超过38个书法创作。作品包括经文、小篆、楷、隶、行草书，各种字体拢展现无同款的气势。这超过38个作品，拢是来自陆惠王甲黄美惠这对翁仔某。两人也借着书法这项共同的兴趣，互感情更较好。今天参与联展的这对两位老师呢，就是一对夫妻啊。那他们对书法有着共同的嗜好啊。那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效法与学习啊。那卢伟旺老师在书法方面的涉猎非常广啊，不仅那个甲骨、那个金文、小篆、楷、隶、行草等个体兼备，而且他对那个篆刻方面也有研究啊。那真的是说穿了就是所谓的多才多艺啊。那我们这个黄老师呢，是由行草入门。他们的这个作品呈现的是崇尚自然之美。那两位老师间谍情深啊，他们在书法领域那个平时就是互相切磋啊，共同创作啊。那个透过那个笔墨来呈现的书法的艺术之美。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邀请他们来本局展出作品。这是本局的荣幸。创作者陆惠王伫现场写毛笔展现功夫，佮特别将作品送予新上任的副局长陈思源，并且两人佮亲像写春联来送予现场的贵宾，互大家感受年节气氛。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面对高龄化社会，上重要的就是避免失灵。伫根据研究，失灵佮甲糖尿病、中风、心脏病、腰子病等等有关系。医师提醒，除了靠药物治疗以外，佫必须搭配饮食甲运动，才当达到控制的目标。现代人因为工作压力大，饮食甲生活无正常，佫无运动，所以少年人发生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相关疾病的几率是加较悬。老年以后容易造成心脏病、中风、甲慢性腰子病等并发症甲失灵，增加照护的负担。60%到70%的病人的失能，通常都来自于脑中风，然后还是说是心脏病，还是说是一些失智症、神经退化的疾病。这些病人的背后的原因，也通常都有三高跟慢性肾脏病的情形。他们是因为三高跟慢性肾脏病造成血管的功能不好，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会造成脑中风、心脏病发作，然后也比较会有神经退化性的疾病的情形。虽然现在发展出真侪药物会当控制血糖、血压，但医师认为，更较重要的是爱以病人为主角，根据病人的体质来订定饮食指导甲规律的运动，才当达到治疗甲控制的目标。我们其实是根据每个病人的体质啦，因为人有高矮胖瘦，然后病人也有老的跟年轻的，我们是根据他的体质来帮他挑适合的药物。然后再配合病人，我们会给他适合的饮食指导跟运动指导。如果他这些都能够做的话，我们很多个病人他坐在临床上面，他可以把三高控制得很好，也不影响生活，他一样是就是生活得很快乐。医师指出，有病人伫经过个别化饮食甲运动指导，搭配药物的使用，不但达到减重，也减少血糖药物的使用量，维持稳定的血压甲心功能。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0度，落雨几率一成。
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2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